同學仔今日做分數除法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有呢個題目，佢就話把一堆重3又10份3公斤嘅蘋果平分3份，每份重幾多公斤？題解自己寫。嗱，呢度咁多嘅蘋果分開3份啊，咁咪呢一度除3咯。嗱，我哋計咯。首先呢一度呢，大份數嚟嘅，呢個整數就要變成假份數啦。3又10分之3呢，就係3乘10再加3，亦都即係10分之33。然之後呢，除3就可以直接顛倒噶啦，變咗乘3分之1。咁我哋呢就可以去約揀咯。嗱，呢度10同埋1約唔到嘅，咁所以3同埋33約啦。3除3就1，33除3就11。咁所以上面分子11乘1，下面10乘1。咁我哋計咯，11乘1就係11啦，10乘1就係10啦。咁就得出10分之11，咁就得出10分之11。呢一個假份數嚟噶嘛，變成大份數就係1又10分之1公斤，就係咁樣啦。跟住到呢條咯，一個瓶子可裝麵粉咁多公斤，而家屋企呢有咁多麵粉，即係可以裝滿幾多個瓶子？題解自己寫。嗱，佢呢度呢有咁多麵粉要分做每份10分3啊，咁所以你咪將呢度嘅麵粉分開做10分3咯。一有5分之4除10分之3，呢個就係題目，我哋就有嗰條式啦。咁首先呢，就大份數變成假份數啦，自己變咯。然之後除10分之3就要變成乘3分之10，咁我哋呢度呢，就可以約揀啦。5同10可以約啦，變咗係5，就變咗除5係1，10除5就2。另外呢，就係3同埋9都可以約，3除3係1， 9除3就3，咁就得出上面3乘2啦，下面就1乘1。嗱，3乘2即係6啊嘛，1分之6咁即係6啦。佢呢度可以分做6個，裝滿6個嘅瓶子嘅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！